大家好，今次同大家介紹 Vigo AI 手機版使用方法。新版本 Vigo AI 容易使用，大家唔需要再記指令，只需要選取需要嘅內容便可。新版本有5個指令，分別係 Mix、Wrap、Multi、My 及 Move。Mix 指令係用相片嘅人物替代動作影片裏邊嘅主角。Move 指令會令相片內嘅人物跟住影片嘅動作喐起嚟。如果想替換影片內多個角色，便要用 Multi 指令。喺 Mix 指令，相片嘅角色會模仿歌手喺唱歌嘅動作同埋口型。只要喺 Wrap 指令裏邊提供一個主題或者簡介，便會生成一首歌。首先喺 Vigo AI 註冊，然後喺手機下載並安裝 Vigo AI 軟件。開啟 Vigo AI 後，按下方嘅加號便可以開始創作。第一個介紹嘅係 Move 指令 Prompt。Move 指令係令到相片嘅人物跟住影片嘅動作喐起嚟。Move 指令需要提供2個選項。第一個選項係人物 Character， 可以選取軟件提供嘅人物，或者用自己嘅相片。今次 Character 人物選咗軟件提供嘅卡通人物。第二個選項係動作影片 Motion， 選取軟件提供嘅動作影片或自己嘅影片。今次選用咗自己嘅影片。之後只要按下綠色 Generate 按鈕，便會生成一段影片。選咗嘅人物便會模仿影片動作動起嚟。大家而家睇見嘅就便係 Vigo AI 生成嘅影片效果。下一行會介紹 Mix 指令。Mix 指令係將相片人物替代動作影片嘅主角。方法與之前介紹嘅指令相同。Mix 指令有3個選項需要設定。第一個選項係 Motion， 選取要替換主角嘅動作影片。第二個選項係 Character， 會代替動作影片主角嘅人物相片。第三個選項係 Background， 生成出嘅影片背景。第一個選項 Motion 動作影片，呢次選咗軟件提供嘅其中一個 Template 模板為動作影片。第二個選項 Character 人物相片，人物選咗軟件提供紅色衫魷魚遊戲呢人做主角。第三個選項係生成後嘅影片背景設定，可選用原有影片背景或綠色或白色或其他背景。呢次嘅背景選咗原有影片背景。之後只要按下綠色 Generate 按鈕，就會生成一段影片。請大家睇下生成出嘅影片效果。Banana, chicken, banana, chicken, banana, banana, banana。跟住會介紹 Vigo AI 3個新指令 Multi、Mic 及 Wrap。第一個介紹 Multi 指令，如果想替代影片內多個角色，便要用 Multi 指令。Multi 指令需要設定3個選項。第一個選項 Motion 動作影片，第二個選項係動作影片中對應每一個角色嘅替代物相片。第三個選項係完成後影片嘅背景設定。第一個選項 Motion 動作影片，我就選咗軟件內嘅呢因影片。喺影片裏邊，每個可以被替換嘅角色會被唔同顏色框線包圍，所以第二個選項 Character 人物替代，對應每一個框線顏色嘅角色，逐一選取替換人物嘅相片，亦可以保留原有主角唔替換。第三個選項係生成後嘅影片背景設定，可選用原有影片背景或綠色或白色或其他背景。呢次嘅背景設定咗原有影片嘅背景。之後只要按下綠色 Generate 按鈕，便會生成一段影片。請大家睇下生成後嘅影片效果。下一行會介紹 Wrap 指令。Wrap 指令內提供一個主題或者簡介，便會生成一首唱跳歌。方法與之前介紹嘅指令相同。Wrap 指令有5個選項需要設定。第一個選項係 Character 唱歌嘅主角人物相片。第二個選項係 Describe your song， 用文字形容歌曲嘅內容。第三個選項係 Lyrics 歌詞。第四個選項係 Lyrics Display 歌詞顯示方式。第5個選項係 Background 生成嘅影片背景。第一個選項係 Character 唱歌嘅主角人物相片。如其他指令一樣，可以選取軟件提供嘅人物或自己提供嘅相片為主角。第二個選項係 Describe your song， 用文字形容歌曲嘅內容。呢次只輸入咗 The Happy Dog and Cat。第三個選項係 Lyrics 歌詞，可選 Auto Generator， 由軟件自動生成歌詞，或選 Write My Own Lyrics， 自己輸入6行歌詞。我揀咗 Auto Generator。第四個選項係 Lyrics Display， 歌詞顯示方式，有4種歌詞顯示方式或不顯示歌詞。第5個選項係生成後嘅影片背景設定，我選用原有影片背景或綠色或白色或其他背景，隨自己中意揀一個影片背景。之後只要按下綠色 Generate 按鈕，便會生成一段影片。請大家睇下生成之後嘅影片效果。
Happy puppy and cool kitty grooves, strutting round the block making moves. Sun is shining, tails wagging sway, chilling in the hood a bright day. Paws and claws in the summer's heat, cruising city streets, odds at tail speed. Got the vibe, we're feeling so right in the warm days under the light. 下一項會介紹 Mic 指令。Mic 指令內相片嘅角色會模仿歌手喺唱歌嘅動作及口型動起上嚟。Mic 指令主要有3個選項需要設定。第一個選項係 Character 唱歌嘅主角人物相片。第二個選項係 Audio 歌曲聲音文件。第三個選項係 Background 生成嘅影片背景。第一個選項係 Character 唱歌嘅主角人物相片。如其他指令一樣，可以選取軟件提供嘅人物，或者自己提供嘅相片為主角。第二個選項係 Audio 聲音歌曲檔案，可以選取軟件提供嘅歌曲，或者自己上載檔案，或者由文字生成嘅聲音。我揀咗 Mystic 呢個歌曲。第三個選項係生成後嘅影片背景設定，可選用原有影片背景，或者綠色，或者白色，或者其他嘅背景，隨自己中意選一個影片背景。之後只要按一下綠色 Generate 按鈕，便會生成一段影片。請大家睇下生成後嘅影片效果。Whispering waves call moonlight's gentle touch, mystic world unseen, tides that pull so much. Stars reflect on blue, secrets in the deep. Dreams the ocean keeps, in silence they sleep. Mystic tides they dance, spellbound in their trance. Mystic worlds they see, magic that they breathe. 最後會示範喺 Mic 指令用文字生成嘅影片嘅步驟。第一個選項 Character 選取影片嘅主角人物。喺第二個選項 Audio 聲音選取 Text to Speech 由文字生成語音。喺 Enter what you want your character to talk 中輸入內容。之後喺下面 Parker Pose 選取由一個聲音讀出內容。揀好聲音之後，按右方 Generate 按鈕，等一陣 AI Generated Audio 下方會顯示閱讀內容嘅聲音片段。之後喺選用嘅聲音片段右方按白色 Use 按鈕。喺第三個選項係生成之後嘅影片背景設定，選取自己中意嘅影片背景。最後只要按一下綠色 Generate 按鈕，便會生成一段影片。請大家睇下生成後嘅影片效果。有人問我，我就會講，但是無人來。我期待到無奈有話要講，得不到裝載，我的心情猶像樽蓋，等被揭開，舉巴卻在養青苔人潮內，愈文靜愈變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